混蛋哦，想要抢嘅引进来抢一下。不过我先来做一下投票，用婴儿糖去抢购吗？你有粉丝，等下4代下就喺抢进去抢。真係，迄種係你講嘅哦。會唔會糖到佢用誒。鹹鹹河水哦？佢真係喺和聲大概低了2。你們因為有和聲的部分。小貓毛一樣用哎，係真嘅，漢白炸是 Masa， 後來出專輯，要出 CD 啊。我搶着來和聲合音天使。係先講哦，唔是錢哦。唔是前面某年直接錄音啊！讓台那個假設莊慧茹老師請不起，可以請那個李穎珍啊。因為莊慧茹老師真的比較專業，你所在爵士和聲都是那個比較特別的聲部啊。哦，等下假設真嘅有機會，一定要搶來唱一下。我客廳有幾批哦，但我上一批哦。好，我會上一批，我會留佢3題聽。不過來問，位置咁對於來講，假設本應了下現場來唱，因為同那條歌曲。當然係法術好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因為原唱今天比較會，是不是因為我今天來，你 K P 來，你 K P 來唱？其實係因為蔡正英蔡同到客家莊，就係最後嘅一條情歌，我係都唱係法術。真嘅。係，還有因為在比賽嘅時間，我也有透過一條歌來唱，所以啊，有得獎冇？有第3名啊！冇得獎就算咧。冇得獎就冇輕易喊上啊！輕易喊上，超大有沒有？我記得吼，差不多半年前哦，特白佢體白談到去重歌，我從耀強到特白就在這個棚啊，客家新導演叫重記嘅歌曲呢，基本要找到到唯一非常歡喜。半年前，你可以他有進步冇？咁樣也咁係下一位先生鼓勵我做客家人哦，咁樣是我創作比賽嘅時節，其實將我嘅得獎嘅作品哦，比如到也得獎專輯地位嘅體條，本來動態嘅力量，呢邊也係。係，還沒有點小唱的比說的好聽，才來彈歌曲好來唱。歌就好嚟見笑咧，實力啊！法術好。迄個時候嘅時節，第一擺談到嘅係你客家傳統嘅山歌，嗰樣時呢，喺都誒沒有啲嘅較強下嘅地方，當到嗰種林地沙區嘅發通中心啦，主要拍嗰種山歌版啊，跟阿婆都當戲房嗰種傳統嘅山歌版，就同阿婆強下去。其實嗰樣時乜嘅咩談唔實，嗱就談到當到嘅矮弦嘅啊，還有鑼鼓鏗鏗鏘鏘嘅聲音，我清後社會最嗰樣時知道啊，嗬，跟阿公阿伯全部當厲害，大家嘅戲學超級長，就大家就嚟重演嗰種老山歌，我嘅演咗嚟當場。迄個流行歌曲嘅話，第一擺迄個薩斯版嘅時候，咪將飛行阿姊，容易比較討厭客家嘅流行歌曲。加些工作法。冇啦，知啦。嘿，嗰樣嘅第一擺吼，去比亞流行歌曲，咁開始接觸到啲客家流行歌嘅。嗰樣是比賽嘅歌曲，就會選啲一位先生嘅法術下。跟樣是迄咧，咩冇？那跟樣是天nhiên人咩法術下？那跟樣是誒。推比如講法術下，真係大家動好錯。動到反水。唔過要，咁啊，冇那多，係全部免費，全部免費。一條歌嘅動動唔會衝嘅，啊唔過大家就唔知歌名，佢嘅歌名就按到雜茶細妹。哦，你咪是我點歌咧。我也唱，我要唱好，哎，準備，可以咩？
这个。来哦，你马大马蹄，杭州三年起，南山嘅茶頭樹啊，紅紅青春面，有殘淚共結，蘇州寫天心，茶頭衝下個身啊，茶呀咧黑妹心。掌聲鼓勵。整時嘅時間會再來說，然後上台上講了先做。等下，我希望冇有2年吧。韓國人家最明嘅係乜嘅意思？太貴，不住。行啦，哎呦，排泄嘅聲音。好啦，好咧。我堂歌嘅時候，我有隻習慣，就是我會看歌詞。係嗰種我特別看到佢嘅歌詞嘅時候，我就會感覺非常嘅感動，因為可能佢嘅歌詞大部分都會寫非常嘅神話當中嘅事情，係自家嘅故事啊，再個就會自家情感都想會講出來吧。比如講對自家嘅爺個，對新年個，新年咧，你會彈太太。係個自家想講嘅話，你嘅新歌。好咧，停下來。你做咩嘛㗎？唔嘅情感都玩自家。真定真係出重點。係啊。我啲不卡。我講到咗客家嘅國歌，流行嘅國歌就係客家本身嘛。但係咧，家下總共講到奉天不負苦心人啊，韓國呢，我也明白，唔好太遠快，命運自家來安排。人生是海浪，要高也要大，也是路難愛原來。來咯，有心會太高了。自己起的。充電冇衝動。有時唔怕瘋狂亦要睇，有時唔驚天空一條曬，為到將來，為到名山，千辛萬苦也會開。好，都有。韓國嘛個英雄類啊，英雄類不可能。這個冇衝，已經很嚴重。係。嘅雄風來起咧，過去嘅雄風來起咧。係冇，即係非常嘅經典。再講有一條法樹徑啊。我做一條歌曲，一條法樹徑，Q 嘅用到底。原來歲數可以一世順。東上腔，東上腔客家精神，係。都有意思。都有意思。我們的音樂專輯嘅中盤商，可以人咩動到誒？我係按呢個做個調色。你有看到我們那邊兩箱嗎？冇啦，都係藝術家嘅，買唔出冇買出。冇啦。其實藝術咯，我去彈客家音樂。最好係可以買客家嘅專輯，因為要用支持，你總係看到歌詞本地背，都跟寫嘅歌詞係乜嘅，方言係乜嘅，客語漢詩係乜嘅，乜人編曲嘅，錄音嘅，乜人彈吉他嘅，所以講你有冇親愛咯？藝這個加油，這個櫃子哦，都係客家語。但係唔過來啦，聽唔到誒。係啦。解發喺客關係同啲名路嘅數位平台來談啊，因為比如講我從 YouTube 啊去潛自家希望嘅歌數也係歌曲，嗰個表演係我的最愛禮拜，啊，用嚟談嗬。冇做講也係當到一 KKBOX 也 Spotify 全部都嚟談，係串流平台全部都嚟談。喺買實體嘅 CD 咩有，唔過較少，因為後也行通天花當方片，行到奶就都會行到奶啊。潛到 CD player。係冇唔錯，同埋潛嘅 CD player 來播放，就較麻煩一些嘅安尼。前幾日下，因為潛呢個 MP3啊 CD player 嗬。跟內容是 MP3。固動嘅，固動嘅，係唔可以轉嘅，唔可以填圖嚟嘅。填圖。阿志怡咧。其實真嘅買專輯係最基本嘅，再個就係嗌咩係老嘅小樹、維倫、阿比倫啊、強用啊。花名都不要公開，花名不能公開。用嘅串流平台去彈歌曲，再個嚟嗌邊嘢係用心。嗌嘅串流平台嗌軟體就會對啊，會有隻播放清單，今日嗌就按到客家。要乜嘅嗌美語啊，嗌美語啊，香港太上宮，要花